有一项包括加强美国甲墨西哥边境移民的控制，还有军事援助乌克兰、以色列甲台湾的预算案，初期伫美国的参议院表决并无通过。也若众议院初期的时阵发消息，有19条美国对台军售，拢总220亿的美金，要到2027年的时阵才会交货。 美国参议院初次表决包含军援乌克兰、以色列甲台湾的追加预算案，因为共和党无赞同其中的美墨边境安全措施，所以无过关。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提议将预算案分拆，却未得到共和党的支持，通过停书动议，会当先杀军援以乌台的预算案。This is a good first step. This bill is essential for our national security, for the security of our friends in Ukraine, in Israel, for humanitarian aid for innocent civilians in Gaza, and for Taiwan. 这项拢总953亿美金的军援案，参议院预定刷了几天会讨论最后的版本内容。另外，参议员郎子认为，中国当地观察美国甲盟友是毋是伫乌克兰这个问题立场同款，甚至做公台的成本评估。If he finds that we can only focus on this for 30 days, or for 90 days, or for 180 days, then he can wait us out. And that starts to make him think that perhaps he can get away with this and the cost. 共军大年大节也是持续扰台，国防部公布查到共机7台、共艦5隻，也有2粒空飘气球飞过海峡中线。美国众议院外交军事销售老好小组初次嘛公布报告，检讨美国军售交付延迟，敢若台湾都有19项，包括2车突击车、火山机动步雷系统等，部分要到2027年才会当交付。咱国防部是讲会运用这种军事援助手段，弥补军售制度的不足。记者综合报道。